香港罕見酷熱，有安老院收足冷氣費，卻每晚10點準時斷冷氣。老人帶住呼吸機同壓瘡傷口喺30度高溫下煎熬整整12小時。家屬討話，院長竟然荒謬狡辯，交咗錢仲要活受罪，呢個到底係養老定係虐老？今年5月以嚟，香港迎來咗罕見嘅極端酷熱天氣，市區溫度喐啲就提升到33度以上。正當全城老少都喺度感嘆今年夏天實在太難熬嘅時候，網絡上卻爆出咗一單令人氣憤至極、心酸無比嘅安老院醜聞。有家屬喺社交平台上悲憤控訴，自己長輩入住嘅新界區某私營安老院，喺明明已經足額向家屬收取咗冷氣費嘅情況下，竟然每晚10點鐘準時熄冷氣，直到第二日朝早10點先重新開返。整整12個小時嘅冷氣真空期，令到住喺入邊嘅老人喺漫漫長夜裏邊飽受高溫煎熬。呢個根本唔係咩環保節能，而係一場赤裸裸嘅折磨。更令人覺得離譜嘅係院方貼出嚟嘅嗰張通告。通告上冠冕堂皇地寫住，為咗節省能源，每日朝早10點到夜晚10點期間，只有當溫度達到28度以上先會開放冷氣，以保持室溫喺24到25度。呢張通告玩弄咗一個非常狡猾嘅文字遊戲，佢對夜晚10點到第二日朝早10點咧12個小時嘅安排隻字不提。家屬後嚟先發現，原來去到夜晚10點，不管天氣有幾悶熱，不管室內氣溫有幾高，安老院都會鐵面無私地拉閘熄機。當家屬去同院長理論，質問既然收咗冷氣費，點解夜晚唔俾老人吹冷氣時，院長嘅回應簡直令人驚到下巴都跌埋出嚟。呢位院長竟然大言不慚淡講，夜晚溫度從來唔會超過28度，甚至荒謬到叫家屬用量人體溫嘅體溫計去量一量天氣溫度。呢種無賴般嘅推託，配埋院長嗰句冷氣費太貴，我自己個辦公室都唔開嘅藉口，徹底點燃咗家屬同公眾嘅怒火。喺呢場高溫災難中，最可憐嘅莫過於嗰啲失去自理能力、身體抱恙嘅老人家。爆料家屬痛心咁透露，自己嘅長輩唔單止需要使用氧氣同呼吸機，身上仲生咗嚴重嘅壓瘡。大家都知道，壓瘡最怕嘅咧就係悶熱同潮濕，一旦出汗多、唞氣差，傷口就會迅速惡化，滋生細菌。呢種鑽心嘅痛楚，連後生仔都頂唔順，更何況係風燭殘年嘅老人。交咗錢卻換嚟淡嘅對待，呢度邊度係安享晚年，分明係喺暗無天日淡活受罪。呢起事件喺網絡上曝光後，立刻引發咗好似海嘯咁嘅社會關注，香港市民嘅怒火被徹底點燃。無數網民喺評論區裏面大罵呢間安老院嘅做法毫無底線，直言呢個根本就係為咗賺錢而瘋狂壓榨弱勢社群。喺今日呢個時代，大熱天冇冷氣，簡直比生病仲難受。網友們最冇法接受嘅就係安老院呢種既要收錢唔辦事嘅貪婪嘴臉。喺呢個事件中，最大嘅對比同諷刺就在於費用嘅收取與服務嘅缺失。家屬明明已經額外繳交咗冷氣費，呢筆錢就係用嚟購買舒適嘅室溫環境嘅。既然呢個係一場商業交易，收咗錢就應該提供相應嘅服務。唔通呢筆冷氣費只管白天唔管黑夜？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，有份俾錢，有咩可能唔開冷氣？然而呢，安老院卻將呢筆錢心安理得啖放入口袋，然後用各種荒唐嘅理由嚟扣減服務。院長嗰句用體溫計去量室溫嘅狡辯，唔單止暴露咗佢缺乏常識，更凸顯咗管理層嗰種高高在上對老人疾苦漠不關心嘅冷漠態度。佢甚至攞自己辦公室唔開冷氣嚟做擋箭牌，卻忘記咗自己係一個隨時可以行出辦公室、身體健康嘅正常人，而老人家係被困喺病床上面嘅弱者，呢兩者點可以相提並論？隨住討論嘅深入，更令人心驚肉跳嘅真相浮出水面。
呢個絕對唔係單一嘅個案。好多有同樣經歷嘅家屬紛紛企出嚟倒苦水，揭開咗一個長期存在於部分私營安老院中嘅行業潛規則。有人留言話自己阿媽住嘅養老院都係呢副德行，一到夏天老人家就苦不堪言，成日抱怨太熱。仲有人話有啲養老院更加過分，探訪時間一過，家屬前腳剛走，後腳就把冷氣俾關咗，當面一套背後一套，將老人當成咗慳錢嘅工具。雖然亦有網友表示自己家人住嘅院舍係24小時開住冷氣，但代價係一早就喺4月份開始收取高昂嘅冷氣費。呢個就形成咗一個令人無奈嘅現實。喺呢個物價高昂嘅城市，想要老人過得舒服一啲，就只能不斷啖投錢，而即使投咗錢，亦未必能買到真正嘅安心同舒適。喺呢個過程裏邊，安老院最中意用嘅一個萬能擋箭牌呢，就係好多老人家都怕冷。呢句話睇似係喺關心老人，實際上卻是最虛偽嘅藉口。每當家屬質疑點解唔開冷氣時，院方就會將責任推到其他老人身上，用呢句話塞住家屬嘅嘴。但群眾嘅眼睛係雪亮嘅，網民們毫不留情淡戳破咗呢個謊言。大家反駁得好，凍嘅話可以着多件衫，覆多張被。但開冷氣除咗令人感覺舒適，更重要嘅係為咗抽濕，降低室內溫度，減少細菌繁殖。特別係喺香港呢種又熱又濕嘅夏季，悶熱嘅環境簡直就係細菌嘅溫床。對於嗰啲有傷口、抵抗力低下嘅老人嚟講，高溫高濕帶嚟嘅唔單止係不適，更是致命嘅健康威脅。院方所謂嘅怕冷，只不過係為咗掩蓋自己唯利一圖嘅真面目。更令人感到心寒嘅係，安老院唔單止喺冷氣上動手腳，仲喺其他方方面面變住法子收錢。有家屬透露因為實在心疼老人，想自己買一把獨立風扇擺喺床頭俾老人吹，結果院方竟然要求電費另外計算，每個月要多收500幾蚊嘅電費。一把細細嘅風扇，一個月點可能用得晒500幾蚊電？呢種漫天要價嘅做法，簡直將唯利一圖發揮到咗極致。我哋喺事件中睇到嘅嗰種強烈嘅對比，喺每一個細節中都被無限放大。一邊係家屬每個月按時繳交1分不差嘅血汗錢，另一邊卻是嚴重縮水、毫無溫度嘅劣質服務。一邊係院長喺辦公室裏邊精打細算，但諗住點樣慳電費；另一邊係插住呼吸機嘅老人喺30多度嘅高溫下大汗淋漓，傷口惡化。一邊係院方口口聲聲話為咗環保，怕老人凍親嘅偽善藉口。另一邊係家屬喺社交平台上悲憤交加嘅血淚控訴。呢啲鮮明嘅對比，好似一記記重錘敲打住社會嘅良知。一個文明嘅社會，絕唔單止體現喺繁華嘅街道同高樓大廈，更體現喺佢點樣對待嗰啲老去、病倒、失去反抗能力嘅長者。安老院本應係老人們遮風擋雨嘅最後港灣，而唔係一個等佢哋喺酷暑中苦熬嘅牢籠。如果連最基本嘅室溫舒適都無法保證，如果連使錢買嚟嘅冷氣都要被強行剝奪，我哋又點可以指望呢啲機構能給予老人們應有嘅尊嚴？好多熱心網民強烈建議家屬唔好再繼續啞忍落去，必須勇敢站出嚟向社會福利署投訴，或者直接致電1823政府熱線反映情況。即使係私營性質嘅安老院，亦絕對唔可以脫離政府嘅嚴格監管。如果對於呢種明目張膽侵犯長者權益、違規操作嘅行為聽之任之，總是會助長不良風氣，令呢啲無良經營者變得更加變本加厲。今日佢哋敢喺收咗錢之後熄冷氣，明日佢哋就敢喺伙食上扣減，喺護理上偷工減料。最終受苦嘅永遠係嗰啲口不能言嘅無辜老人。發聲唔單止係為咗幫自己嘅家人討回一個公道，更是為咗千千萬萬喺安老院裏邊默默忍受嘅長者們爭取生存嘅權利。只有用輿論嘅監督照入呢啲陰暗嘅角落，用嚴厲嘅監管去糾正呢啲扭曲嘅行規，
先可以迫使成個行業進行反思同整頓。唔好俾老人家怕冷，成為掩蓋貪婪嘅遮羞布。唔好由得老人家喺生命最後嘅時光裏邊，仲要忍受漫漫長夜嘅酷熱折磨。養老服務唔單止係一門生意，更係一份沉甸甸嘅良心責任。希望咧喺事件能夠徹底喚醒社會嘅關注，令每一位老人家都能夠真正擁有一個清涼、安心、有尊嚴嘅晚年。